拿着走读了，弟弟站起来，那样老不的，看到姐姐，这他们俩吓了一跳，吓了是呢，咋吧？一跳了是呢，跳吧啦，好，洗掉了之后吓了一跳了，洗那个东西吧，那个了，我再讲吧，就是吓了一跳，就是吓到姐姐，而且那会儿醒了，我说那个他写错，他醒了也我说那个，吓了一跳，他说，姐姐，老三，这里很安静。不多，安静还是翻译词可能的。热闹了，你先把这，是吧？吵架了这个，吵起不来。很吵，很安静。吵了是一个从，他吵了起来很惊怕了过。他们两个吵架了，他们两个吵了是那个真是我了。真是读书的好地方了是呢。我们老师记载给参加也不是的啥，真是了是那里了我了。读书的了是那老师记给好地方了是呢，参加也不是的啥了。你也应该和家里的人说一声了是呢，你也了是这样，应该了是呢，也把的说来了，和了是呢安置了，家里的人了是呢，那米给米的是了，说一声了是呢，拉死起过来了，说了这些把它一声了给起走，他给他进，他都拉死起过来了去了，两个月的那样。拿米拉死起我了，姐姐拉着弟弟的手，拉了是哪？天板，拉着弟弟的手，你给拉过来听你说，时候不早了，他时候不早了，时候来的那个呢，第三了对过，时间不早了的意思，第三的。我们买的啥了？时间很晚，我那些啥了我都懂。时候不早了，意思就是很晚了，我那边吃啥了？回家吧。那能落我了。这个孩子的名叫屈原。这个孩子是呢，你不给名叫了是呢，给了屈原的，屈原那个名的。那个你屈原了是的先生，钟先生一点的，是中国古时候一个很出名的人了是呢，出名的呢，是中国了是呢，是讲那个古时候了是呢。那俺们家是我啦，那古时候，有的俺们家是古时候，一个很了是呢，一个了是呢，记得很出名了是呢，给他抄很有名了那结果，很有名的人，他没给他抄起来了，很简单，容易唠叨，是不是很简单？简单，很简单。